大家好吼，我是秀婉吼，我住伫多伦多，加拿大多伦多，阮遮搭今仔日足寒吼，差不多零下差不多12度吼，15度左右。今仔是1月22，咱今仔日真欢喜吼，咱有请到迄个蔡美惠教授，伊叫我叫伊美惠就好吼，美惠伊带迄个成大诶学生要来做。迄个成果发表会吼，美惠伊是Georgetown 大学迄个语言学的 PhD，即马伫成功大学外文系咧教册，伊嘛教同时教育，我即马就甲时间交互美惠老师，嘿。多谢秀婉的介绍，安尼我就先来开始吼。来，在座的台语朋友、台语友大家好，我是成功大学外文系的蔡美惠。我伫成大呢有开一节课叫做一节台语通识课，是一个演讲课，叫做讲台语搭喙稿，搭喙稿。今仔日呢，阮真欢喜呢，会当伫世界台湾文化论坛这个大舞台呢，全世界的台语朋友呢来分享阮这学期的成果。今仔日呢，阮有迄6个学生呢，真有才情的6个学生要来为大家演出。第一个呢是光电系的林家瑜，来是医学系的沈玉祥，因2个会做咱今仔日的主持人的部分。刷落来呢是我会来报告，甲大家介绍这节课。来刷落来公式系的洪日升，都记系的沈奕轩。刷落来是医学系的沈玉祥伊毋若主持，伊嘛是要甲咱讲第4个演讲。刷来是台文系的林嘉莹，资讯系的彭志伟。首先我来讲为什么我要来开这节课？我差不多是伫2018年的时阵，下元呢想要来正做一个台语人。对我来讲呢，这有4个过程。第一个过程就是我爱有法度用台语来表达知识；第2会晓读台语文；第3会当用台语来思考；第4会当用台语来喘气。什么意思呢？就是讲台语会当甲喘气同款的自然。当然呢，即摆我呢离这个坎站呢，佫差足远的因为呢，虽然我的台语目前呢，勉强呢算讲有法度用台语来表达团体的一寡知识，毋过呢，我发觉讲呢，我的身边非常欠缺台语社群。我要讲的台语社群是啥物意思呢？有2个概念，第一就是讲，伊是我每一工拢会当甲这个社群人。会当用台语来对话，所以是我会当用台语对话、台语判。第2个概念就是讲，伊是我生活当中，这人是我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上无呢，至少阮会当1礼拜见面一届，会当来自然用台语来讲话。所以讲呢，我若看台语的8点档啊，还是讲听台语新闻、参加台语研讨会，这对我来讲拢无效，因为呢，我敢若会当听，无法度甲因有对话。所以这就是我咧讲的台语社群的意义。在我来讲，我感觉这种台语社群真重要，因为呢，咱语言学家呢，咧研究一个弱势语言，伊是毋是有法度活落去，有法度生存呢？拢会讲到即叫做，比如讲台语伊的活力，伊伫即个社会，整个社会伊的活力的指标。对我来讲呢，对个人的长处来讲，就是一个个人伊参加台语社群的密集的程度，也就是讲呢，今仔日我的台语能力若算做袂歹，毋过呢，我并无我无参加任何的台语社群，无甲人咧用台语来互动。安尼我即个人呢，对咱台湾推广台语呢是完全无效的。所以也就是讲呢，咱有法度讲台语的人呢。若讲真骨力来参加这种台语的社群，安尼呢，咱的台语才当去影响着别人，去靠佫愈侪人做伙来讲台语，安尼才有法度提升台语的活力。所以在我来讲呢，参加台语社群呢真重要。毋过我身边呢，因为我伫外文系教册，我每一工拢走入我的研究室，所以我真正足欠缺这种台语的社群。
所以呢，我爱为家己呢来创造台语社群，吼我就想着4个撇步吼。第一个叫做青仔脚踏喙鼓，第二个我伫新台有开医用台语课中阶，吼。来第三呢，就是我本身有参加一个台语国际演讲会。第四，我伫新台阁开第2个课，叫做讲台语踏喙鼓，吼我即马就来甲大家介绍这4个吼。即个我第一个台语社群呢，叫做青仔脚踏喙鼓，就是我招一寡吼，甲我共款想要练习台语的人呢，阮固定礼拜4下晡呢，伫线顶用 Webex。阮分做4个人一组，4个人一组，用台语来讨论迄每一种话题安尼，吼。为什么爱4个人一组呢？因为安尼呢，像我即种个性避暑，搁较慢讲话的人呢，才有机会通好练习讲着台语安尼，吼。所以这是我参加的第一个台语社群。第二个呢，我差不多自2011年开始，我就伫新台开医用台语课，吼。即个课的目标呢，就是要训练学生呢，有法度用台语来表达医疗的情景所需要的表达的方式。第二个部分要训练的，就是伊甲病人沟通需要用到的技巧，比如讲用台语为病人问诊，还是讲甲伊做卫生教育，还是讲甲病人讲要安怎来改变一寡无好的迄个卫生习惯安尼，吼。所以我开这课其实是要为我家己创造讲台语的机会安尼。所以这是我讲的第2个台语社群。第3个台语社群呢，就是我去参加台语国际演讲会，就是要训练我家己呢会当徛伫台顶用台语来演讲。尾我就发现讲呢，哇，演讲呢是一件足趣味的代志，所以我就愈来愈有兴趣。甚至呢，我就想讲，安尼我要开始来新台，我要来开台语的演讲课，吼。所以这就是我第4个社群，吼。我伫新台开的这课叫做讲台语踏喙鼓，吼。这个课呢，就是要训练学生呢，会当徛伫舞台呢，用台语来表演，用台语来演讲，好。这个课呢，一个上特别的所在，就是我每一学期呢，拢会招一寡想要帮助大学生练习讲台语的朋友呢，做伙来上课。我就甲因叫做台语伴啦，吼。我每一节拢一定拢会招台语伴，吼。伫这学期叫做1101这学期呢，因为疫情的关系呢，学校规定阮一开始时就要用线顶来上课。这吼，我讲到这，我就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哦，就是讲，在恁的经验嘛吼，这有2种课，第一种课 A 这种课叫做知识型的课程，吼，比如讲数学课。第2种课叫做技能型的课程，吼，比如讲语言课，这要训练学生，比如讲台语演讲课，吼。恁感觉 A 甲 B 这2种倒一种呢较无适合用线顶的方式来上课？请恁伫开讲时，分享恁的想法好无？恁感觉倒一种较无适合用线顶的，是 A 还是 B？好，有诚侪人吼，拢感觉 B 较无适合。有一半人吼讲，A 较无适合。好，在我个人的想法吼，我一开始就感觉讲，这语言的课哪有可能用线顶的方式来上？所以我一开始是感觉无可能。阮这课开始咧上课时嘛，足乱的，真正效果足无好。毋过呢，因为我有2个助理斗3工，另外呢，我有10几个呢足热心的迄个台语伴斗3工，所以阮即个课一直慢慢调整，慢慢调整。所以呢，阮即摆用线顶上课已经足自然，而且呢，我感觉讲用线顶来教语言课有诚侪优点。今日可能无时间通好讲，以后有机会再去甲大家分享。我即摆所以讲呢，我就决定讲呢，我后学期开始呢。我有2节台语课，嘛拢要来用线顶上课。就是这2节课吼，第一节课叫做后学期我嘛伫今年的2月份，我会继续开讲台语踏喙鼓。
吼，第二节课叫做医用台语，这两节课拢会用线顶的方式，而且嘛会招台语伴来斗相共，吼。台语伴对我来讲呢，我为什么我要用设计这台语伴这种活动吼？就是讲，这就是我一开始所讲的，就是讲，咱有台语能力的人，就是讲台语讲了真认真的人呢，伊若讲囥伫遐无咧参加任何台语社群，安尼足拍算的吼。若会当透过因的力量来教遮学生呢固定来对话，用台语来对话，安尼就当来提升咱台湾整个台语的活力。吼，所以讲我就会我想要去招遐讲有想要将台语传承落去的台语志工，甲想要练习讲台语的志工，还是学生，将即两群人甲搭做伙。来创造一个新的台语社群，吼。阮上课的时阵吼，就是会常常有小组的讨论，我会安排两个人一组，一个学生配一个台语伴，安尼来做用台语来讨论，吼。所以讲，创造一个全台语的环境，吼。好，安尼较灵小等下吼，我会邀请3个朋友，这学期的台语伴，请因来分享因参加台语志工的迄个想法。好，第一位吼是曾家庆，第二位是周秋云，第三位是吴静婷。吼，因每一个人吼，差不多有3分钟到5分钟的时间来分享。好，即马我就先请迄个家庆来分享，好无？无问题。多谢美惠。大家好，我是嘉庆郡游台湾游甲咱庄的曾家庆。这句吼 slogan 就是自我介绍词，伫我参加即个美惠的即个台语读喙口即节课内底自我介绍词。这讲着我安怎来参加即个台语伴即个志工吼。拄仔讲美惠讲爱真热心，其实我真歹势啊，因为我是伫咧看面册的时阵吼，看我拄仔好即个跳出即个消息讲会借你的母语喙吼，互少年囡仔欢喜讲台语安尼。我是想讲我规细汉到大汉咧讲台语吼，毋知影讲台语佫会当来做志工甲即个大学生吼、少年学生吼来讲台语。所以我就想讲安尼这真趣味吼！我做志工，假想嘛捌做过即款的志工，我就来甲报名，报看卖啊！我一开始嘛是想讲吼，这就是像即个宣传单顶悬写的嘛，就是含这个少年学生吼来讲台语，安尼练习讲台语。想袂到来上即节课了后，我发现讲这美惠吼，伊真是真用心吼！这一学期内底10几节课吼，伊逐节拢甲你想讲。你爱到啥物程度你爱去学着啥物物件譬如讲伊即个学期若是结束了吼，你要学着啥物款的演讲的技巧吼，家己每一个学生嘛拢爱去想一个题目吼，来做你的演讲安尼。我嘛较知影讲原来咱即个台语演讲吼，佫有分几若种吼，有自我介绍啦，步数撇步啦，知识知识。佫有即个说服过程吼，足侪种的即个演讲的即个类型吼。美惠伊伫咧逐种内底拢甲迄美角吼，甲阮逐个人内底即台语班干即主要即学习的学生吼，来做一个小解。伊家己嘛拢去真正吼做即个 PPT 来做即个演讲吼，来练习互阮逐个看。佫我为即节课嘛，较知影讲即个。美惠吼，伊会用即个冤家烧钱吼，这是一个真趣味的一个练习台语吼，就是拄仔讲两个人一组轮流吼，会当选一个题目吼，会互遮个学生吼会加较有机会会当讲着伫即个上课时间内底讲着上侪练习上侪台语。伊嘛有用即个台语版的即个网架，就是花莲少年即个花莲迄度。即个台语版的吼，声音敢若无去吼。
家庭的声音，稳定很快。歹势家那庭的声音伊听可能无去，伊的网络有问题哦，我即马 OK 啊。吼吼，好，安尼也是，好，好，诶，安尼，好，伊网络有问题。好，安尼也是咱先请秋云来分享，好无？即摆安尼讲咧，敢会冲突？嗯，我甲伊 mute。好好两个好好，人讲，若像无法度。基本你敢会当伫群组内底甲家庭讲一下？啊，所以咱即摆先请迄个秋云来分享，好好好，安尼该转达。好好好，不只是讲连续好，啊，咱先请秋云来讲好啊，歹势哈。好，大家好，我是周秋云。我嘛甲家庭共款，我是伫面册顶头去看到妹伊咧招募即个台语班的消息，所以我就甲报名。所以今日才有即个机会，当遮和大家开讲。伫即课来上课的学生，我发现因吼大部分拢会晓讲台语啊。意啦，一寡可能较无接讲的同学，伊嘛是诚有兴趣，所以来上课的时阵，阮咧陪伴伊上课的过程中，每一节课我拢会当去感受到遮学生囡仔，不管伊是会晓讲，还是讲无啥会晓讲的学生囡仔，因咧上课的时阵，迄种用心甲认真的态度，拢互我足感动的。嘛是因为即份感动，互我伫遮做台语班以后，我即学期结束了后，我有发现我有一个真大的变化，就是我即摆出去，进前我平常时甲人讲话拢讲华语，但是做台语班一学期以后呢，我出去拢是改做讲台语，变做你讲台语的时阵，时间会愈来愈济。我无像其他的人遐尔流利，但是我是足想要讲台语的人，只是我的朋友嘛无迄种会当平常时你讲较少，但是我知影拢听有。伫即个过程中，我有发现一件代志，就是当我咧讲台语的时阵，我会感觉我哪像变较有自信。我毋知影是安怎有即种感觉。我咧想，有可能是因为母语的关系，因为自细汉伫厝里，阮爸爸妈妈拢甲我讲台语，是去读册了后才无讲台语的。所以我咧讲台语有自信，即种感觉，就若亲像甲家己放假的一部分，搁找转来。所以我即摆变做，我讲到这，我有当时会足想要哭的，迄种感觉就是，你咧讲家己的母语，对家己有自信，即种代志，互我感觉我来做台语班，不只是做学生来陪伴学生囡仔尔，那嘛有一种感觉是嘛咧陪伴家己，即种奇妙，互我感觉诚感动。所以我即摆会足自然的，真自然当着的人，其实我住伫台南，真侪人拢捌台语，但是因拢无定咧讲。所以一开始我咧讲的是，朋友会讲，恁即摆哪会拢讲台语？我有刚开始我会感觉歹势，我会歹势讲伊安尼甲我问，但是即摆渐渐我就感觉我足自然，我就甲伊应讲嘿啊，我想要甲我的母语找转来，你听有嘛吼？我就甲你讲台语。所以我嘛请大家会当甲我共款，咱不只是伫上课时讲台语，咱是平常时嘛讲台语。最后我嘛想要祝福大家新的一年，大家拢顺遂、平安、健康、快乐。多谢大家。哇，感谢哦，我听甲就要哭出来，对啊，迄种感觉，非常感谢秋云的分享。煞来咱请静婷，静婷。大家好，我是黄静婷，真欢喜有即个机会甲大家分享。我伫
美惠老师讲台语读水果即门课内底做台语盘的感想。上大生参加台语盘，就是想要搁加听较济台语，搁加讲较济台语。因为我住伫个苗栗的竹南，遮当啊有机会，当啊讲台语的机会，当啊是含厝内底的人，也是讲用甲同事开讲的时阵，有当啊讲着台语，就无啥物机会搁要讲台语，所以主要的想法就是讲，有加一个机会会使讲台语。开始上课了后，就发现讲原来有真侪现代少年家，因对讲台语嘛，拢真有热情。无论是一开始台语就讲了会认真的学生，少年家，也是一开始台语有小可客的学生，伫即学期的当中，因拢真认真拍拼在学讲台语。到上尾仔的时阵呢，原来是因的台语变甲真流利，演讲的内容甲其他嘛是真互人学乐。互我感觉讲，这少年一辈因只是无啥物机会尔，只要互因讲台语的环境有较好的一寡，大家拢会是真表现了真正好安尼。过来就是讲，即门课开伫咧山顶吼，就是要有亲像拄仔大家有讲着，设计几若种无共款的分组的，也是上课的方法，互学生拢有详细会使讲台语练习台语的机会。嘛，就是因为开伫山顶的关系，会使录影了后才来看讲有啥物对规一个群组内底有啥物需要帮忙，也是改进的机会。这是伫山顶上课的好处。所以虽然一开始要是讲台语盘是学生若有啥物问题的时阵，阮会使甲伊斗相共。毋过我感觉我嘛是对咧学啦。真正是我嘛是学着足济。所以感谢妹有开即个课，互我伫山顶嘛会使参逐个有做伙学习的机会。我就讲到遮，祝大家平安。哇，非常感谢静婷的分享。刷落来嘉庆，拄仔讲无完呢，咱搁用2分钟的时间，好无？嘉庆，即摆敢有法度讲话？你大家敢有听到我的声音？有，即摆有。歹势因我是咧屏东啦，我毋知影是毋是因为安尼的关系吼，庄脚所在这网络的速度较袂遐紧。虽然讲我拄仔是甲即个放我即个迄句背景尔吼，我即摆甲即个规个拢甲关起来，就是敢剩声音安尼看较顺袂吼。毋知影拄仔讲到对是讲到花莲少年还是对吼，就是讲。对有。我也是因为安尼吼，去看即个台语版的即个网页吼，感觉真好。尾仔去网络顶悬吼，去找即个看有别项即个台语版的即个网页通去看无。有发现吼，即个教育部吼有甲咱即个樱桃园吼，即个台语版吼，甲藏起，讲若即通去看。上好的是吼，伊有迄个台语文的字幕啊。因为我感觉有当时咧讲话吼。讲是咧讲，毋过毋知影讲迄字是对一字安尼，所以有诶即个节目吼，伊有迄个字幕，台语文诶字幕，安尼会当大家加通看，真好。即节课吼，我感觉用线顶来上课上好诶，就是讲较好诶一个方面，就是讲会当分组吼，两个一组，安尼会当互逐个人学生诶，拢会当有介济即个。练习的机会，我看这是山顶会当做会到，比讲现场较好的。嘛希望讲以后有机会吼，会当过来参加这个台语盘。好，感谢大家。感谢，多谢3个台语之间的分享。这呢就讲
我期末的时阵有请大家学生吼来写讲，因为我即节课吼，我差不多有设计11种的活动啦吼，啊，互大家去写讲咧，因感觉每一种的效果安怎吼，啊，6分呢是非常有帮助，啊，大家人来看即个表就是吼，大家对台语班的参与吼是分数上介悬的吼，这是5.3，吼，所以就讲，我感觉台语班的参与对我来讲是非常大的帮助，嘛对学生来讲，伊嘛是非常认同即个方针吼。啊，大家拄仔台语班的分享，我感觉听了真甘心，因为呢，因感觉讲，这对因来讲嘛是一个从因家己的台语吼，搁较捡转来的一种方法吼。啊，所以讲，这就是我咧讲的，就是讲，我从即种台语志工的即种方式，就是讲，从想要传承台语的人，甲想要练习讲台语的人，台语志工甲学生咧，共合作伙，成做一个新的台语社群。啊，每礼拜有2点钟的时间伫线顶管来练习讲台语，吼，所以这就是我即节课设计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特色，吼，啊，所以呢，人讲呢，心生缘，主人福，啊，我讲呢，台语结缘上快乐，所以在座的朋友呢，碰咱母语的芳气，牵成咱少年的水气。所以，我要邀请呢有兴趣来参加台语志工的朋友呢，你会当来扫这个 QR code。好，感谢大家。即摆呢，刷落来呢，我要来邀请咱的刷落来演讲就要开始啊，吼。啊，咱的观众即摆应该有人拢差不多拢入来啊，吼。啊，咱有5个讲者，啊，每一个讲者拢有家有来甲因介绍即几个讲者因的特色。好，刷落来，我请问家有敢准备好势啊？好，准备好势。好，我即摆有来请第一个讲者是新李也来分享啊，吼。好，好嘞，好。好，请问医生敢准备好势？好啊，我准备好势啊。这个工业设计系的异常，这个暗时无咧困，透早继续做。伊俩三某小家咧行家，申请就侪本科系以外的代志来到老院。咱来欢迎第一个讲者洪日升。感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红的旭日东升的洪日升啊。我今仔日要和大家讨论这个研究毕业的这个主题。好，来，啥物叫做研究毕业呢？根据成功大学的规定，研究毕业就是伫规定的就业期限内底，你若是未收到你的系要求的学分，也是你选修的教育学程副系未收了的人，会当研究毕业2年。简单来讲，就是大学生差不多会当无条件的研究2年毕业。好，即摆先来问即个阿丁有伫个吗？有。好。我来问你哦，好，若讲到造成研究原因，你会想到倒一种咧？其他人嘛会使伫即个台讲是写你的想法。第一种是即个高不离中，并单读册搁爱耍，考试无过，学分无够，袂当毕业。第二种是主动选择，认真学习，但是感觉安怎学都感觉无够，希望修搁较侪的课来找兴趣。阿丁，你感觉是？应该是爱算啦，第一种。第一种。是并单读册搁爱算的迄个吗？嘿。对，好。那即个就是较侪人是感觉是第一种，这就是咱较早定拄着的情形。好，我即摆，这就是我即摆今仔日要和大家讨论的问题，研究毕业敢会真见效？好，来，倒边这张图是清代上出名的艺术作品但是千万唔通为下面行过去，因为听讲为下骹行过去就会互受到恶意所以清代学生拢讲这叫做恶意文即摆咱就先来看这个传统观念对研究毕业的看法。第一，出社会做工课比别人较晚别人拢已经考调研究所也是有社会经验2年你搁咧大学多时间。第二是，你若是会研究毕业，敢是拢无咧读册，也是
规个大学拢咧耍呢？第三，毋敢准时毕业，是毋是无想要去做兵，也是毋敢出社会做工课，无法度为家己的人生负责。好，互大家来看卖一个最近教育部的统计。伫109年台湾的大学生延后毕业的比例是即几年的上界悬，差不多是5%左右，强要5万人啊。尤其是私立大学的延后毕业的人数是3.5万，比即个公立大学的万是搁较悬。所以经济调查的结果，差不多每20个同学就有一位要延后毕业。另外呢，我将教育部资讯公开平台整理做即张图表。这是109年的公立大学的统计，其中差不多80%的同学是因为无通过大学修课的要求，所以延后毕业。另外2成是着额外修习的课程，譬如讲双主修、辅系、教育学程，阁有一个出国交换。而且头80%的人是属于技术性的延后毕业，嘛就是利用延后毕业的这个方法来达成因的人生的规划。所以讲，无定着延后毕业的人，就一定是一个黑白读册。对于20%的大学生来讲，因会选择延后毕业，是因为这种安排会当帮助伊实践人生的规划。所以对于愈来愈侪大学生来讲，延后毕业颠倒是一种选择。安尼，阿伟有来吗？阿伟有伫个吗？还是阿英有伫个吗？我有伫咧，笑盈，嘿。阿英你好，我即摆问你一个问题哦，就是你感觉选择延后毕业到底会当做啥物代志咧？第一种是轻轻松松的过日子，第二种是认真拍拼做代志。你感觉是倒一个？应该是会轻轻松松的过日子，就是讲我有学生证，无需要去外口做代志，会使住伫咧学校的迄宿舍内底啊，拢毋免拿迄开钱去拿迄安怎讲？房租要安怎讲？厝税。感谢阿英的即个你的分享。我是感觉你的即个想法但是我对即个看法是，要过一个平衡的生活，这是一个健康的做法。毋管是要轻轻松松过日子，还是爱认真拍拼做代志。好，接来我来帮大家做一个延后毕业会当做啥物代志的整理，有4种吼。第一种会当学习搁较侪专业课程，譬如讲双主修。第二种是会当加1年来体验家己的兴趣。第三种是加一年会当申请出国交换学生。这个机会就是爱用时间来换的。第4种，读册以外会当去一个公司实习。上尾2个较特别，就来补充这2点。这个是教育部国际交换生的统计。大家会当看到人数是愈来越多，毋过因为疫情的关系，自1808年开始，交换的学生就变甲足少的。过来是1809年的统计，伫交换生中有20%左右的人是延后毕业的交换生。这个数字是真侪哦，就是把延后毕业加出来的时间用来出国交换。再来是利用延后毕业去业界实习。有真侪代志是去公司实习才会学会着的。因为学校学的物件通常无法度趁钱，干那公司学的物件，则是会当摕出去市场卖。因为理论甲实作是无相共的代志，实作搁较困难，因为爱应付市场需求的挑战。这就是学校甲业界的差别。好，最后我就以我家己做例，甲大家分享我选择延后毕业的经验。我本身是工业设计系4年的，差不多伫1年我就有按算延后毕业的规划。所以我伫去年3年的时阵，我就申请到资讯工程系辅系资格。课程的学分还未收煞，所以我就会延后毕业。好，其实伫较早1、2年的时阵，我就已经先去一个设计公司做实习。设计公司。伫去年我伫3年休纸的时阵，我就
开始去申请辅系，而且我嘛有去一间教育公司面试，所以我即马4年啊，我就已经伫即间公司做兼职的工课，因为做了袂歹，做甲袂歹，所以头家明年要喊我签约。啊，嘛就是我5年的时阵，就开始做正职的工课，伫公司负责做教育产品开发的工课。因为伫5年即个时阵，我爱完成的学分变甲足少，我就有诚侪时间会当安排家己想要做啥物代志。比如讲，我按算下班了后，休困的时间就会当摕来读册，顺续准备考研究所。这就是我延后毕业的规划。剩2分钟。要去公司做工课，头家上需要看到的就是你真正有啥物经验。大学生若是无啥物做工课的经验，迄嘛无要紧，会当为即个实习开始。那安尼上重要的代志就是制作一份履历表，也是作品集家己的学业的状况、比赛，佮有活动的经验。作品展示实务经验，用字甲相片来做记录。刷落来，我就互大家看一寡我家己作品集的参考。即张是我的作品集的自我介绍，大家爱会记哩，甲即个伫学校佮有公司做过的代志，佮做记录，有一天就会用到哦。即个是全部用手画图甲电脑式的作品，连实际物件拢无做出来，全部拢是用电脑 CPU 算出来。后一张剩1分钟。活动的记录，即台相机就是我伫营队做的设计，用相片来做记录嘛是最重要代志。头家嘛会较简单就会当知影你伫做啥物。即个是和公司合作做的自动饮料机的设计，对实务的经验就有帮助。好，讲遐侪延后毕业的优点，咱来讨论一下延后毕业的方法。第一种，调工无爱完成毕业的标准；第二种，申请辅系也是双主修；第三种是头一步，就是图书馆的册歹去，学校就袂互你毕业；第四种是顶悬的撇步拢总会通。大家敢知影延后毕业的方法无？请恁伫即个台讲室回答。康姐，你的迄个无出来哦，你的双行。有4种吼。我讲第一种是调工无爱完成毕业的标准，第二种是申请辅系也是双主修，第三种是图书馆的册歹去，第四种是顶悬的撇步拢总会通。大家会当伫即个台讲室回答。敢有啥物想法？请一个30秒钟来结束你的演讲。好，谢。好 ，OK，大家的想法拢诚赞。我来甲大家讲，即个答案是第4种吼。顶悬的撇步拢总会通，要延后毕业的人会当一个做参考一个。选第3种的人，毋通讲是我教的哦。以上就是甲大家分享。延后毕业对大学生来讲，会当做人生计划安排的选择。台湾的教育愈来愈多元，毋管是双主修、辅系、国际交换学生，也是学校甲业界的合作，拢是大学生诚赞的学习经验。但是即寡选择拢需要宝贵的时间。延后毕业就是为着帮你趁时间来趁经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旭日东升洪日升主持人。感谢李心的分享。我是拄讲迄医学的心理，我是今仔你的主持。刘兄，你的声音无啥清楚哦。我自我介绍，我是一个自由生。安尼有较好寡。有，即摆有较好。有，即摆有较好。好。好，安尼我就简单介绍一下啦，就是讲我是即个志气大玉山意志坚强的心玉祥。今仔日呢，就是对每一个讲者结束了后，咱都会简单的一个 Q&A 活动。所以就是想要请问大家讲吼，敢有啥物想法想要去甲立新分享，还是讲有一寡问题想要来问立新的？
我来请问好无？好，请问日升你是用做一种方式来个研究毕业的？我是有申请即个辅系，而且我嘛有一个做我家己的学分的即个规划，其实我无甲我家己的学分收煞，我有留一寡毕业需要的课程，留落来，就是然后毕业的5年仔的时阵来收煞，安尼我就会当然后毕业。好，多谢你。我有一个问题，我小英。好，你是我建中的我嘛是建中毕业的啦。我是你学长，要安怎讲吼？你会使几年啊？延后毕业上济会几年啊？3档还是？是3档着？一般的大学生是2年啦，一般的但是有去即个学校申请的人，会当就是加1年，就是用3年的时间来完成，加3年的3档，就是大学的。因为时阵是，若是讲无想要莫去做兵啦，就延后毕业啦。这摆你当时嘛是？无啊，我有去做兵啦，但是阮同学就是讲，若是讲惊讲兵变对无？惊兵变啊。惊讲兵变就留咧学校甲查某朋友做伙。好，多谢。歹势，迄个上大多我有看到秀馆有举手哦。嘿，即摆应该是话Julia 秀馆来甲阮分享者。阮加拿大，我想美国嘛是相共，有诶大学有一个制度叫做 co-op，就是讲你要入去读诶时阵，伊就是讲你就是爱读5档，是搁加2档，但是你就是沿路上课，你嘛会当去实习，去公司实习去迄落迄。其实 co-op 吼，即个制度吼，真好。有诶人你去公司，是去工厂，是去科技公司上班，了后人嘛真愿意，你毕业了，你搁倒来即个所在上班。我毋知影伫台湾敢有即种 co-op 的即种 program。因为你若直接上即种 program，你着甲人讲，我就是 co-op 所以我读5档、读6档，你无需要甲人讲，我是延后毕业，互人去想讲，你就是考试考无过即种想法嘿。好，搁30秒哦。毋知市场敢有？我讲了啊，我问了啊。其他人知影即个答案，我无啥了解，毋过听起来这是一种袂歹的制度。好，喂。我问一个问题好无？好，来。我接续秀文这讲的吼，我想即摆台湾有不来经大学有设即个特别训练即个迄个chip 吼，半导体 chip 即个公司的专门的人才吼。我想迄内面的课程吼，拢是实习兼教学安尼，因为伊专门就是要培养毕业了的学生，要入去即个像讲即个半导体内的工厂内面变做真专门的工程师啦，还是啥物话？对啊。我知影咱台湾有一寡大学有即种制度，就是学生可能伫第3年、第4年时，伊就去做实习吧，嘿，对。好，应该差不多，感谢大家讨论这热烈吼。咱即摆吼，就交互咱家牛，嘿，继续介绍后一个主讲者。玉祥真歹势，你今仔日声音吼，敢若拢较会平淡。家牛，刚准备好势啊？你讲。
我建议吼，哎，你甲你诶迄个宝好，笑杯管人摕掉，可能会较袂遐食力。嘿，好，我咧有可能是我网络的问题。好，安尼来请教有你开始。嘉有，嘉有敢有听着？好，安尼咱的主持人，伊可能麦克风有问题还是安怎？吼，喂，好，安尼我来转来啊，好来，嘉有请开始。请问预算敢准备好势？好啊，诶，介意游山玩水，我心要环游世界，希望疫情赶紧走起来，互咱大家出国世界去。咱来欢迎后一个讲者辛逸轩。好，大家平安，大家好，我是价格上亿，挺好用来做文宣的辛逸轩。人讲大学的生活是功课、社团甲爱情，逐项拢爱有。阮班对1年啊到即久，有袂少人已经找着家己心目中的阿那达，有够互人新鲜。总是讲诚实的，我自细汉到大，就无咧行桃花运，毋则决定讲要参同学烧酒去拜月老，望神明通替我安排一段正缘。是讲拄头一关那尔，我着随当着一寡困难啊。听人咧讲，同台湾的月老有3分1拢伫台南，即只有遮侪间，到底是要选倒一间来拜咧？我即个人别项无，简单逐项着好现啦。今仔日恁着听我甲恁说分明，互恁有水、有缘、有爱情。我讲月老要拜免挂虑，心心姻缘自然有。若讲好话兼做好事，爱情的路上着无盲目。头一步就是爱考虑讲要经倒一间庙来拜。台南有几若间庙的月老较有名，头一间四殿武庙。即间的月老有一支拐仔，通来化解烂桃花。毋过我连桃花着无啊，所以即间我无哈。过来第2间是大天后宫，即间是咧甲有意爱的人斗助战。我即句遥用袂着，来去别间看卖，换说加较好势。第3间是重庆市，专门咧劝人和好诶。这我嘛无需要啊。落尾我听国文老师讲，有一间庙的月老介姓，就是鹿耳门的天后宫。伊讲因翁仔某就是即间，尾啊月老着甲因2人斗牵线。伊阁潲解讲吼，即间有一片壁，面顶的翁仔某相片是搭甲无底通搭哩。我毋知想讲要来试卖咧。就选即间鹿耳门的天后宫。要拜倒一间庙选好势啊，刷落来就是爱考虑讲要穿啥物款的物件入去甲拜。去拜月老就是望月老会当甲咱斗安排，所以就爱穿一寡神明爱食的。月老较介食啥？我等下会甲大家考看卖。你若叫会出来，就表示讲你真有月老的缘咯。甲恁小提醒一下，人月老是上北落南行四方，台语、华语拢会通哦。有当时咱嘛会当用华语来要讲伊咧上啥。好，头起先，咱来传一寡果子，遮有3个水果，且对遮果子的形甲名称，想看讲。月老较介食倒一种？
哇，大家拢真巧呢，无毋对就是第二个迎迎歌是安怎呢？咱来看迎迎歌吼，伊生做圆圆啊，就是代表圆满。啊，有诶人嘛会撒一寡红纸来甲拜，望会当量早找着对象。过来，咱来传一寡四首啊，甲大家考看卖，外脑是较解食咸诶、食咸诶，还是食甜诶？即题我请阿婷敢有伫咧？甜诶第三种，请问你要选倒一个？第三种，啊是安怎你要选第三个？是安怎？不好食，知影为虾米？毋知。毋知好，我会甲你讲，就是亲像糖啊，也是甜诶脆食米，代表糖甘蜜甜，两人做伙凉甜甜哦。好，物件拢穿好势咯，刷落来要创啥？大家敢知？看到即张图，我相信大家应该拢会想要问讲，啊，去到遐是要安怎拜？我先打一个话头。原来照讲毋是主神，啊为着要表示尊重，所以伫咧拜拜之前，达尊神明，咱着爱先甲烧借问，了后才会当去拜月老。无讲恁毋知，讲出来恁着倒头知。我去拜拜时无甲注意，步数就安尼叮打去，尾啊杯跋5摆才跋有。所以等下我讲诶话，恁着爱真足听哦。是讲我今仔日嘛无按算要直接公布答案，想要邀请大家斗阵来排看卖哦。我遮有4个选项 ：A 是过路 ，B 讲基本资料 ，C 讲条件 ，D 是跋杯。啊，头一步敢是过路，也是跋杯，拢毋是啦。咱着先甲月老小解你诶基本资料，亲像有你诶姓名、当时出世、住址，抑阁有你想要拜拜诶目的。啊，第二步我请阿伟来回答好无？阿伟有伫咧吗？还是阿莹？伫咧跋杯，是吗？你敢搁要想一个？过路，毋是哦。先讲条件啦。哦，讲条件，歹势。就是爱先讲条件啦，就是甲恁所以爱条件拢讲互月老听，啥物1前2言3水4少年5好喙6假贵7甜8绵软，啊讲拢甲讲互清清楚楚，安尼月老就会当甲恁斗找着正缘哦。了解。好。过来就是第3步，感觉先过路诶人，请帮我拍 A， 啊，感觉先跋杯诶人，请拍 D。好，第3步应该是爱先跋杯，就是条件啦，物件若讲了，就是爱先跋杯，啊，若是跋着圣杯，就会当去月老遐摕一条红线甲姻缘路啊，才来过路。啊，佮甲大家考看卖，就是咱过路诶时啊，就是爱感觉就是爱顺时钟安尼说，请帮我拍1，啊，感觉是顶时钟说，请帮我拍2。剩2分钟。好。哇，看起来大家拢真有观念呢。无毋对，就是爱顺时钟，照时钟诶方向来说，安尼才会当甲福气拢往家己抱哦。大家爱记得。啊，要拜拜时嘛，有一寡美角着爱注意，就是我遮有5项物件，有3项是咱袂当插入去诶。啊，阿伟敢有伫咧？
无伫个嘛。好，无要紧，我直接公布答案，就是咱袂当滴帽仔，佮挂乌灵的目镜，因为安尼外脑无看清楚，你生做啥款，是要叫伊安怎倒找正缘剩咧？一分钟。好，第三项袂当载就是雨线，安尼缘分才袂散哦。尾啊，佫有一项上界重要的代志，若是讲你参朋友烧酒去拜拜，爱记得毋好烧等，因为爱情是袂堪得等的啦。啊，拜拜了后，过来就是爱相信讲月老会甲咱斗安排。啊，阮着有拜托月老，甲迄个适合的人安排来咱的身躯边啊。咱嘛较主动咧去熟悉一寡新的人，参因斗阵，嘛爱有耐心，相信讲月老会甲咱斗安排。尾啊，若是月老有影甲咱斗找着正缘，爱记得创啥？就是爱转去甲月老说多谢，安尼拜着真圆满哦。好，我今仔日讲遮好，拜时月老的间到。故事，是要互想要找对象的人较知影要安怎做才好，啊嘛互无需要找对象的人较熟悉一寡咱台南无共款的月老庙，凡说恁人工嘛有需要啊，大家讲对无？对，好，大家拢会当找着恁所意爱的人，有缘斗阵来做伙，相见了后无后悔。我的演讲就到遮结束，感谢大家。多谢伊选的分享。即摆是共款吼，敢有大家敢有人想要来分享一下家己的想法，无就是有啥物问题想要请教咱易选的，敢有无？歹势，我有问题。好，来哟。喂，你好，你敢有当过迄种跋无尾的情形？啊，你阵若跋无尾，你会问啥物？跋无尾嘛，就是你听讲就是迄个月老就一直互你笑尾啊，笑到要变过安尼啦。我就是会问神明讲，敢是我就是座位无讲清楚，还是讲会可能人工过来安尼啊，就是伊若是讲着啊，着互我一个圣杯，啊，我着知影要安怎做。我不如安尼问好啊，就是阵若跋无尾吼，啊，可能有啥物是啥物情形安尼啦。跋无尾，就是我迄时阵去拜的时阵，就是我就是无讲清楚啊，我着问月老讲是毋是，搁讲一摆互伊听，啊，伊着讲是，啊，我着讲一摆，啊，伊着我一个圣杯啊。安尼，我了解，多谢。刚刚有人想要来分享者，无就问秋云野手哦。玉祥你好，我是看到聊你天室好。有人咧问讲，迄个姻缘地，迄个地啊吼，玉山敢有去尾啊，敢有去求着？啊，你有求着迄个地啊是偌大？是甲咱平常时咧囥迄个护身符平大吗？你敢有求着？有，就是对，就是差不多迄个。哦，迄个大小就对啊。啊，你即摆敢有男朋友啊？啊袂。加油！多谢。你得相信管我会安排啦。对。再来讲讲有。好啊。你好，反正我想要讲问题啊，因为我之前嘛伫迄个家己拜，啊，毋过头拄是无讲着迄姻缘地迄部分啊。我听讲是，若像姻缘地求了后，若是有一寡仪式爱做，啊，恁遐是安怎做？我去拜迄间路你们的天后宫，伊是甲阮讲爱囥伫像锁匙，就是你会当甲锁匙囥做伙，我着囥伫我迄个锁匙有一个袋仔内底安尼。
哦，安尼哦，我甲家己无啥相像。嗯，好，多谢。对，多谢。剩1分钟。哦，好，是数野手，面嘛，嘿，我嘿，看到我的数野手，嘿，啊，请问吼，有大哥，嘿，嘿，请问这跋杯跋了啊，过路了，啊若遇着有介绍有遇着对方吼，啊，感觉无满意，敢会当退？诶，这我会啦，可能有人去跋杯请教。好，啊，民风拄拄嘛有野手吼，哦，迄个我想要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会记你路年问敢若有间听药经的款，我毋知你是讲倒一间。哦，就是有迄个好，时间到。千里眼甲顺风耳的迄间。哦，好好好好好。哦，好啊，因为时间的问题，咱即摆就话到后一个演讲者哦，安尼，嘉牛你讲准备好势啊？喂喂喂，好，嘿，那有熊分享你的话题。嘿，就是我啦。好，我准备好势啊。请问，真的好。这个台南是文化的宝地，你是知道，毋过可怕异教徒当利用极端的方式损断美食文化。好佳在，咱有美食纠察队，你是紧紧来维护正义啊！咱来欢迎后一个讲者沈玉祥。嘿嘿嘿，台下活动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诶，好，我是志气那玉山，声音阁袂啥深啊吼，讲有，大家声音敢有安怎咯？会使会使，有清楚。有清楚。有清楚吼，有清楚吼。嗯，好，我是志气那玉山意志坚强的沈玉祥，就是我啊吼。今仔日我的主题就是加密宗教的战争啦。今仔日有2只战场是要甲大家冤家相见啦。头一个战场咧，就是卤肉饭啦。你战争开始之前咧，是要开一个战争调查局，是要请问大家，咧食卤肉饭的时阵，你敢会甲伊拉来无？你若是会拉吼，请伫开讲是拍1；若是袂拉咧，请拍2。来，呃，对美食来讲咧，恁会拉的人吼，恁全部拢是邪教徒啦。袂拉的吼，拢是真理教徒，甲我共款。是为虾米会安尼呢？咱即摆就来讨论一下咱双边的论点。对会拉的人呢，因就是想讲吼，我今仔日毋是专工要来食卤肉，嘛毋是干那要食饭尔。所以咧，我想要食的是逐粒饭粒仔拢有捌着食的卤肉饭嘛。每一喙食咧拢共款味，袂走精，我食甲芳我佮野甜嘛。讲真正是安尼咧，伫咱袂拉的人，咱真理教徒眼中，恁邪教徒拢咧创啥咧？第一，这是恁亲手创造的喷。为虾米安尼讲咧？恁规碗拉到碗底吼，规碗看起来高高香香，看起来就袂顺安尼青菜底啊，这是我喷啦。第二咧，哎哟，恁吼是真正有影兴食高一种味啦。好亲像恁的人生拢无别种味通个选啦。食饭食甲安尼吼，真正是佮野手互人知吼。再来咧，第三个咧，就是你拢
咧食诶时阵，有人吼看起来袂点啦啦啦袂酸咧刮火车咧，真正啊食甲吼冰冰凉凉、吵吵闹闹，啊个野甲规倒伫油淡淡、油落落，这真正是吼粗鲁毋正油，佮戆甲无八洲啦。啊，而且吼，互大家两张图来看卖，来小一下吼。假使讲吼，你是一个头家，你即摆要选迄两张图来放，你会选第一张呢？啊，佮讲吼，若是店内面有饲一只狗仔叫做学肥，你佮会经对一碗来甲学肥饲咧？啊，相信伫大家心内中吼，已经有足明显的答案嘛。广告美食甲动物饲料，这就是差距啦。啊，即摆吼，咱就来讨论一下因的优点佮缺点。下来的人吼，伊是想讲吼，安尼每一喙吼，拢有所有的配料。啊，到即个时阵，你可能想讲，玉祥啊，这字吼，安那会怪怪？你是排版无排好势呢？啊，伫遮吼，要甲大家汇一下实咧。啊，可能是我个人情绪的问题，造成我吼有大细心，啊，佮有造成即摆大细字，才安尼吼。啊，所以甲大家汇一下实咧。啊，欠点咧，哦，拄啊，拢已经转过一摆啊，起甲差一点仔中风去。这对我来讲真正是刺激，伤刺激啊！啊，所以吼，就无爱佮讲啊啦。咱即摆着看未来的人的优点有啥咧？第一，这嘛是上界重要诶。卤肉换卤肉，饭换饭，家己食，安尼口味吼，就当家己做主嘛。一碗卤肉饭，饭铺一盏肉。啊，你若是想要食较咸诶吼，你着卤肉较大喙诶，饭较细喙诶嘛。啊，若是要食较正诶咧，你着饭较大喙，肉较细喙嘛。啊，所以吼，这完全靠咱家己诶心情嘛。啊，第二咧，啊袂来诶时阵吼，迄饭看起来就好亲像一个工艺品。迄白米吼，就若白玉共款，啊卤肉若精致。啊，毋过吼，可惜诶就是，常常就有迄天兵吼，要来拉来，要来破坏迄个艺术品。啊，再来呢，第三点，你一喙一喙豆豆仔食，看起来吼，就袂输啊一个专家。你控制你家己诶节奏，做一个文明人嘛。你着莫伫安尼一直拉拉拉，看起来是真野蛮啦。啊，再来呢，就是欠点。啊，嘛是共款吼，这字嘛是介绍啊歹势，就是你若是食伤紧迄卤肉吼，到最后会无卤肉通来配饭。好，再来咧，就是第二个战场，淹水啦。啊，嘛是共款咯。咧战争开始之前咧，是要开一个战争调查局，是要请问大家吼，这个淹水敢是卖份的菜配？啊，认为是的人吼，这里开讲是拍1。啊，毋是诶人吼，拍2。吼，伊定会遮济，袂歹哦。好，对美食来讲咧，认为是诶人吼，诚好，甲我共款，拢是整理教导啦。啊，认为毋是诶吼，我吼是真正毋知影你是咧创啥啦，恁全部拢是写教导啦。啊，咱即摆咧嘛是共款咯，来讨论一个双边诶论点。认为是诶人吼，伊是看到这淹水诶营养诶价值，啊，这是伫后壁诶会甲大家较详细来解说。啊，佮有吼，伊会当鸭味加芳，这是number one诶菜配。啊，认为毋是诶人吼，就认为讲淹水是煮迄土内底生出来杀蚊、臭虫啊，佮有起膏吼。啊，我完全毋认同伊诶想法啦，毋知安尼讲啥。啊，咱即摆就来分析一下这优点佮有欠点。淹水诶优点有啥呢？拄啊有讲着鸭味加芳嘛，啊，再来呢，就是伫医学报告有讲吼，这规丛诶盐水拢是宝，啊，百款诶营养自然好嘛。伊有啥呢？这维他命、矿物质、红菜头素、纤维等等诶营养，啊，这是比咱即个多玛多更较营养诶哦。啊，这是会当，嘿，这是会当做成讲吼，咱身躯诶会当强胃解毒、止嗽化痰、通血路吼。啊，你可能想讲，有时候你是卖药啊呢？当然嘛，毋是，这当伫网络拢找有哦。你若是不服吼，家己去找啦。
啊，再来咧，想要甲大家讨论一下吼，咱的老师蔡美惠美惠，伊的名内底吼，嗯，有一个美丽的美，佮有智慧的慧，啊，想要请问大家吼，咱的美惠老师，敢是真正是美丽佮有智慧？大家讲有无？伫开讲时拍啊，无就直接开麦克讲。哇，哦，好，啊，共款，大家拢讲有吼，哎，袂赞咯，啊，共款道理嘛。伫华语当中咧，盐水叫做香菜嘛，啊，伊名里内底拢有一个香的字啊，哪会可能袂芳袂香咧？好，啊，所以咱就来看伊的欠点吼。嘿，啊，你想讲，哎，药商啊，啊，欠点哪会无半个字啊？吼，剩2分啊，钟。是要嘛是甲大家讲一个实例吼，因为我安怎想拢想无这盐水有啥物欠点吼，啊，所以我就无拍出来啊吼，真歹势。好，所以咱就来讨论为虾米有人会反盐水咧？我是认为有即个反盐水病理学，咱会当对即个身躯的心，佮有心理的心来分析。心的成分呢，就是吼。迄写到度，有的人伊本身身躯内底有一个 OR6A2 的胃团子，即个胃团子会互因吼认为，即盐水内底的醛类，即个物件会着有迄个臭虫仔味、杀蚊的味，对因诚敏感。啊，再来呢是心第一错误的第一印象，就是讲吼，有的时阵有的是师傅烘慢煮食，像讲煮一个诚歹食的蚵仔面线，啊，毋过吼。顶悬有一点仔盐水，因食落感觉歹食，因就怪讲吼，牵拖到讲是盐水害的。啊，第二吼，伊心理作用就是讲吼，有诶写到度伫遐黑白讲，啊有诶人空就甲信到，啊，也做讲吼盐水当然嘛歹食，安尼伊就当然自然讲吼，就是因袂见食啦。所以安尼对这反盐水的人，咱是要安怎甲因帮助咧？面对安尼残疾之日，咱就爱体谅因的困难，毋通批评，嘛毋爱强迫，咱就放较尊重诶。啊，你可能想讲吼，你讲了一堆，又想啊，你到底是咧讲啥？啊，我要安怎煮，我要安怎食，安怎配，拢是我家己诶选择啊，管你啥物地带咯，听你咧好啦。其实恁讲了嘛无毋对啦，其实今仔日想要讲诶吼，就是伫咱即个社会当中，毋论是社教导还是真理教导。咱拢是这社会一份子，所以吼，想要请大家，就是像我拄安尼想的，安尼想法，会当去讨论一下双边的论点，去思考一下有啥物优点，佮有欠点，这对我讲真正有帮助。好，佮一点仔，佮一点仔，就是讲真正有帮助，对，好亲像最近的公道，大家讲真正有想较清楚，家己需要的是啥物。好，啊，这念了就好。这基本的三顿是需求，追求好食是享受，社会风气真自由，尊重别人较请优，互相好气做朋友，较赢逐工结冤仇。好，我是志勤啊药山意志坚强的心药上，多谢大家努力。啊，这部分嘛是我家己是主持人吼，啊，所以吼，大家有啥物想法，还是有啥物问题，想要来甲我真正迄社教导要甲我真正的嘛，欢迎哦。敢有人想要分享一个？大家毋敢甲你呛声。冰峰野手啊！哦，冰峰有野手。好，冰峰来，来，我写到度啦。哦，我这个啊好啊，我问你啦，哦，我无介意食水，不过我会晓食迄个别项菜啊，对无？啊，是安怎我一直食水啊？你用的营养，我的营养，你别种菜嘛食有啊，啊是安怎一直食水？啊，盐水拄嘛讲着啊，就是迄较变矿物质，迄菜头素，这一个遮济物件，一个盐水就会当解决。啊，当然嘛是选盐水，无是要伫遐食迄营养食品，安尼较无趁着啦，食盐水就对啊啦。你是用迄个收尾时，你是用迄个卖盐水的收尾时。
生理性。我先甲我迄强阳先放掉好啊，无拢看无逐家敢有咧野手。我有看到迄个，我有看到渥太华的美帝，啊个 Houston 的迄个冯老师拢有举手。哦，美帝就请敢要相共？好，来，好，你来开你麦克哦，你迄麦克还无开无哦。开。OK，呀，我要去挑战吼，我的囡仔吼真，我的囡仔真奇怪，我3个囡仔吼，有2个吼，若讲到盐水足惊的啦，伊讲迄味吼足强的啦，啊有一个吼尾仔结婚，因为因人足爱食盐水哦，即摆已经会要食，所以有当时啊，这敢若有点有一点仔是文化的吼，传统的阮啦。咱习惯食盐水，感觉诚芳诚好食。啊，因无习惯的人吼，食就感觉讲哇，这味足强的，足惊的。所以我甲你挑战这点，我毋知影别人有即款的经验啊无吼。哦，这就是正标准的迄心理的作用啊，嘿啊，伊就是听别人伫遐黑白讲，煞来着认为个空啊去遐心得，结果去就是去深圳遐食，就感觉哦，真正足好食的嘛。有即款的经验啦，我是甲你讲诶。讲拄则个有迄冯先生哈，还是冯老师，冯老师。哦，真好诶一个，剩1分钟。是真好诶，真好吼。我是想要请问讲，头拄仔有咧讲着讲教育部有铺即个有感文诶即个连结，毋知会当讲放踮即个 chat 内面，吼。因为我伫 Houston 即马拄仔有2个，差不多年龄含恁共款诶，但是因是拢咧做，因经拢出来咧食头路。即马即个伊伫遮咧上课吼，我即马伫即咧找即个教材啊，就是讲就是像咱即马咧讲诶日常生活诶即种诶教材，我感觉这是真好诶一个一个会当做教材诶部分。所以希望讲，若有拄仔头拄仔讲着讲教育部有迄个连结吼，有挂即个感文来当互因看，安尼真感谢，若会当有做即个做即个连结伫咧，多谢。咱请有资料的人时间到。哦，时间到，加紧歹势。歹势。嘛是共款吼。刚准备好势啊，要交互你哦。嘉莹，请分享你的画面啊。请问嘉莹家准备好势？好势啊。虽然读册无讲介成功，无摕头名，毋过若讲着做人，伊是温暖良心，父母放心，互你照甘心。咱来欢迎后一个讲者林嘉莹。大家好，我是林嘉莹。今仔日真感谢大家透早安尼起床来听阮的演讲。我今仔日要演讲的主题是乌阴天变开日。你一定想讲，哪有可能啊？你也毋是天公伯，也是要安怎改变天气？安尼大先，我要先请大家来看即个2张相片。大家感觉倒一张相片会互恁感觉较舒心的、较欢喜的迄种感受？若是1的，请伫开讲时写1；若是2就写2。来，我看一下哦。大部分的人拢是写2，安尼无毋对，大家拢真厉害。因为咧，咱先来看第1张，这个乌乌暗暗，这是乌阴天的，是毋是感觉这看起来拢小可郁卒的种，无啥欢喜的感受，规人拢郁卒起来啊。若是看第2张，即个开日的，是毋是敢若有够开阔，有够舒适？无毋对，我今仔日要来教大家，就是要改变恁心内的天气，心情的撇步。大先，咱先来看谁需要即款撇步。来，我即马记3个状况，若是恁有安尼，就请伫开讲室留言。第1，我
我功课真正做袂了啦，有够烦的呢。啊，若是有你就写一咯。第二个状况是，这代志哪会变安尼啦？足不如我意的呢，真正是有够烦的。这第二，来写出来。安尼来，第三，迄个人吼，实在是足白目的，我真正是要互气死啊！若是有拄过即个状况，就写三。来，我来看大家写啥物哦。来，我看起来大家写拢有拄过哦。好，安尼就请大家一定要认真听、认真做笔记，我会保证恁好心情哦。好，大先，咱先来看即个第一个状况。若是讲你即马足有准的，你安怎？你会像图片第一个图片内底，即个查甫人共款，想要家己困伫厝诶，请写一。啊，你会像第二即张相片，想要换一个环境活动诶人，请写二。来，我看哦，有人写二，大部分诶人拢写二，安尼你有够厉害，你已经会晓互心情开启诶第一步啊。来，咱做伙来看，第一步是世界遐尼宽，行行较快活。来，咱大先吼，因为咱无欢喜诶时阵，可能是拄着啥物代志啊，所以就感觉心情足无好诶。咱即马出去外口行行，你去世界看看啊，看迄有花有草啥物诶，拢看看，你会感觉我心情敢若有较好呢。这外部环境诶转换，无得较，咱心情嘛着迅速甲换一个啊。啊，毋过吼，就是拄着有人甲我讲，我行咧也是无效啊，我这是要安怎啦？无要紧，我来教恁第二步，朋友互你找，心内较好过。咱拄着迄困扰诶代志，也是麻烦诶代志吼，咱拢会互咱诶心情真压榨。毋过咧，即个时阵咱会使去找朋友来开讲啊，是安怎？咱诶心情就会较好过小可。所以，咱会使甲朋友找出来，见面伴伫身躯边，就算无讲啥物话，简单伫身躯边哦，你拢会使得到温暖。啊，若是讲吼，我迄个会使透开诶朋友，实在是大介远。即马咱感谢科技诶发展，就亲像咱即马透过科技诶发展来伫咱线顶见面来听演讲共款，咱线顶担心情嘛，拢会使。所以咧，你即马会使透过找朋友，互你诶烦恼有人斗担，心肝就袂孤单哦。毋过吼，即马少年人定定拢甲我讲啦，我着无朋友啊，这我真正无法度呢，要安怎咧？袂要紧，咱搁来看我诶第三步。就是页笔，搁摕纸写互家己看。即步吼，若是无朋友诶人需要，而且呢，咱定定拢会亲像这图片内底查某囡仔共款嘛。看起来着无想要讲话，可能我心肝乱糟糟啊，毋知影要安怎讲。嘛有可能即件代志实在是歹讲出嘴啦。所以咧，咱着爱来甲足久无用诶笔和纸，甲请出来。写啥拢好，拢毋是亲像伊搭安尼写作文啊，互老师改啦，搁爱互人评分，拢毋是，咱是写互家己看。所以就写你拄着啥物代志，写你即马心情感觉安怎，这拢是尽量写，放心写，我保证会使互你愈写愈快活。毋过阁有一种状况咧，伊是讲头壳真正烦甲强要放弃，无法度思考啊。有即款经验诶人，请写一。我家己本身吼，就是定定会拄着即款状况。来，大家请看有拄过还是无拄过？哇，大家看起来拢有即款感受。好，安尼，请大家一定要来认真听后一步。来，毋过要看后一步之前，我请问阿伟敢有伫诶？阿伟，无来请阿银。是，我伫遮。你好，安尼我想要请你看即张相片，即个查某囡仔，你感觉伊诶面容看起来有享受无？有，安尼我要来带即马咧听诶大家哦，拢来对我诶话来做一个想象，我嘛要互恁享受一下。即马请大家拢目睭闭起，来目睭拢闭起哦。请问阿银，你目睭闭好啊未？有。好，安尼即马大家请对我诶话来做一个想象。阿银，我看着你诶目睭啊哦。是。
来，即马请大家听我的话来做一个想象。恁即马摕伫一个有花有草的树内，你身躯边的草啊有淡薄仔擦擦，你的脚趾片小可猫猫，毋过你边仔的花吼，哇，片起来偌尔啊清芳咧。迄树林内佫有鸟仔伫遐，啾啾啾啾啾啾咧叫唱歌互你听，哇，实在是足享受诶。阿银，你敢有感受着？有啊，有哦，有哦，我爱安尼困啊。真好真好，安尼这有效。我即个第四步吼，就是即个头壳甲忧愁，身躯来体手，是安怎讲呢？咱身躯有五官嘛，目睭、鼻仔、耳孔，还是这皮肤，拢是咱的五官。啊，咱着透过这五官，好好来感受一下身躯边发生啥物代志，感受着啥物。透过这五官的感受啊，来代替咱头壳内的烦恼，就会使互咱的头脑小可喘气一下，较休困一下。好，安尼来看后一步。这个状况呢，就是讲啊，是安怎会无效咧？因为定定拢有拄着人甲我讲，啊，我迄神经有够大条的啦！你讲这伤复杂啊，啊，我着无啥物感受啊，拢神经伤大条的。安尼嘛无要紧，这我佮开发出第五步。保证上简单，大家拢会晓。来，这第五步就是咱的食饭皇帝大，腹肚顾好满。这个重要性就是啥物拢莫管，啥物2分钟，食就对啊。来，咱来看这个查某囡仔，伊是毋是食甲喙笑目笑，偌尔欢喜咧？毋过吼，我爱提醒大家，食嘛是有撇步的。来，咱一定是爱紧好片、好食、好口味的。无吼，你若是去啉着迄苦瓜汁啊，你原本敢若忧愁的心，佮加一个忧忧的面哦。以上就是我今日教大家5个撇步，咱来留一个。第一个撇步，惊世界遐尔宽，惊行较快活。第二，朋友互你找，心内较好过。第三，夜笔佮提纸，写互家己看。第四，头壳甲忧愁，身躯来体手。第五，食饭皇帝大，腹肚顾好满。以上就是互大家乌阴天变开日，感谢大家收听。感谢嘉颖的分享啊！今晚嘛是赶快有讨论时间，啊，就请大家吼来分享一下家己的想法，无就是有问题，毋知影要安怎变开日，是要请问嘉颖，来咱今晚来讲哦。哦，有人举手哦。吴医师有举手。你好。请问吼，这个开日吼，那阮较老一辈拢讲做好天啦，还是好风日啊吼，还是出日啊吼。啊，是毋是即摆是台湾真侪人讲开日？阮厝内嘛是拢讲台语，啊，我家己想着即个开日吼，是想着迄个云啊，啊，着散开去。啊，迄个日头照出来的迄个感受，所以我就想讲选开日即个较有动作性的迄个开的迄个意象，所以我就选即个词安尼。多谢。多谢。好，敢有人想要来问者，还是要分享者，家己有啥物撇步？会当来变开日。可以。秋云。我个性的一个撇步，就是听歌。啊，咱有一位同学今日拄无来，我本来最希望今日伊会出现，唱歌互咱听。我感觉我心情无好的时阵，听歌最有效的，尤其是听台语歌，江蕙啊。迄种歌声听起来，比其他的歌曲拢会当互我搁较互我的心情搁较放轻松。我毋知影要安怎讲迄种感觉，就是我若真正足艰苦的时阵，听台语歌真正就会当互我哪想，
迄种感受真歹，我找无字会当形容，就是会感觉讲，我听台语歌，我就会当规个人就好起来安尼，多谢。好，感感谢秋可能文。可能互即个歌曲按大你的心啊，就是甲你的心按大了足好诶，足甘心诶迄种感受。好，敢有人是要来分享者？哦，好哦，咱即摆就话到后一个讲者。安尼，家有敢有准备好势啊？有哦。好，即摆请机会来分享你的画面。咱敢有？请机会敢准备好势啊？好势啊！虽然是自翕啊，毋过今仔日无要写正式，伊要用台语来甲大家分享新式的物理故事。咱来欢迎后一个讲者，即个方启伟。好，大家好，我是基水流功夫无范围的方启伟。讲到数学，真侪人认为讲只要基本的加减乘除，也是讲用计算机家试试的就有够用啊，毋免学伤济，因为真歹学嘛足无聊的。毋过今日我就是要来甲大家讲一个甲数学相关的一个真重要、真实用佮趣味的故事。题目就是做数杠线，就算上紧嘛是无采工。好，大先我现在要问大家两个问题。这有三条线，分别是 A、B、C。A 是一条直直的线 ，B 是有淡薄仔弧度的线 ，C 是弧度较大的线。伊顶头有三粒球，黄球、青球，佮有粉蓝球。问题是安尼哦，即三粒细球为同时间为顶头曲来的时阵，请问你想倒一粒球会上紧落来甲下骹？请大家当开讲时写出对的答案是 A、B、C， 抑是 D 同时阵到位。好，我看大人 A、B、C 拢有写吼。即马咱大家真少看即段影片。但遮青球，毋对，红球、青球，佮有粉蓝球。咱来看下倒一粒球愈紧。看起来红球即摆是上慢的，青球甲粉蓝球差不多紧。好，最后会晓看起来，即条的正确答案就是 B 青色。刷来第二个问题，青球即条弧线边遐若阁做两条共款的线路，家号做 B1、B2、B3， 甲进前共款顶头三粒球，但无共的悬度，青球上悬，过来是黄球，蓝色球上低。即三粒球若同时间对顶头曲来的时阵，倒一粒球会上紧落来甲下骹，还是讲会共齐到位咧？请大家当开讲时写出家己的答案。我看有人写，敢若有较侪人写 B2， 即摆咱就来看觅敢会是 B2 上紧，青球、黄球、蓝球，真足看。青球即摆看起来足紧哦，咱蓝球煞慢。好，结果就是共齐到位，是毋是真趣味咧？即摆咱就先来解释第一条。A 即条线叫做直线 ，B 叫做摆线 ，C 叫做牵线。咱等者来解释讲摆线是啥。阮先来看 C 牵线，牵线就亲像咱投篮球还是牵圆球的时阵，球对顶悬悬的落来迄条线。数学家透过一个原理，
算出来结果就是一个物件，若要为食界点，咱来移界点的时阵，若是行摆线的路线是上紧的，也就是讲摆线是最缩降线，所以爱注意哦。虽然 A 这条直线是食到E 距离上底的，毋过因开的时间是上长的，因为行摆线还是行牵线的时阵，因形成的一个有弧度的徛坡，求来的时阵就有动力加速度，就是安尼。所以行摆线还是牵线速度会较紧的原因。对数学家来讲，摆线有真正真趣味的现象。比如讲，摆线的定义是安尼：一个衣壳对一条直线一直向前的认，圆场顶悬其中一个点，所认过的所在量起来大好就是一条摆线。另外，当摆线任何一个关度，物件落来时间拢是共款的。比如讲，头拄的青球、篮球、黄球，青球遐尔悬，篮球遐尔低。毋过因行到E即点的时间拢是共款的，也就是讲，当摆线位置愈悬的点，落来的速度会愈紧。咱再来看一摆即张图，伊有四只球：篮球、红球、青球甲黄球。虽然因淡无共的关度，按过因落来甲下骹即个位的速度时间拢是共款的。讲到遮问题就来，我想要请问阿英，阿英敢有伫个？有。好，问题是安尼哦，摆线落来，摆线比直线落来速度较紧，即个特性会用在生活当中的倒位？就是若想无嘛？讲咱做代志，莫想，爱较考虑较济啦。无，我是想讲要用淡敢用淡啥物物件顶悬，就是阮可能做啥物物件，若想无嘛，不要紧哦，咱做伙来看觅。哦。好，寒人落大雪的时阵，若雪即阵厝尾顶，倒一种厝顶的设计会当互雪较紧起来，是毋是就是爱用着摆线，雪较袂即阵厝尾顶较袂放来。对。过来，当肥天啥的时阵，用即条搁互你回答一解。倒一种设计会当上界设计是即条直直的青线，还是接近摆线的即条黄线，还是即条红线咧？应该是黄线。黄线，好，咱即马就来看觅。无毋对，就是黄线，黄线会上紧到下骹，所以讲若接近摆线肥田车会上刺激好耍。过来吼，则有两组厝流浪，倒一边流浪的设计会当互伊速度加紧，请大家等你等稍等开讲室。我看做一人写 A，无毋对，恁对摆线就有一定的了解，因为 A 较接近摆线，所以伊的速度会当较紧。另外，其他的运动，比如讲枪影、驱射甲驱放，会当用着最缩降线，会当搁较刺激好耍。若要解释最缩降线咧，就爱讲着有名的数学家约翰·贝诺利。数学家约翰就是运用着费马原理、几何光学、斯奈尔定律，成为上早证明最缩降线是摆线的数学家。过来，咱就来介绍这个伟大数学家约翰伊的小故事。要小解伊进前，先小解伊的家族。贝诺利家族在17、18世纪的时阵，家族内底有出现8个足伟大的数学家甲科学家。因拢是瑞士人，其中雅各布甲约翰是2个13岁兄弟仔，即2个兄弟仔拢是数学的天才，毋过因的关系无啥好。约翰咧读大学的时阵，因爱兄嘛同款大学咧做数学教授，毋过大家拢敢知影因爱兄，毋知有约翰即个人。有一届，约翰阁收到一张查某写互伊的批，按过伊拍开一看，竟然是互尊敬的贝诺利教授。约翰就知影伊互当做因阿兄，
所以约翰定定怨妒因阿兄佫比因较好，嘛定定甲因阿兄冤家。有关什么是最速降线？早谈1638年，伽利略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当时阵伊认为这条线应该是2块，按过无偌久就发现伊是毋对的。过来到1696年，约翰贝诺利提出佫甲这个问题提出来，了后伊用2礼拜时间证明这条线应该是歹线。1分钟。过来，互大家来约看卖吼，约翰贝诺利发现这个答案时阵，伊会安怎做？是 A 直接公布答案，还是 B 敞开无爱甲大家讲，还是 C 毋甲大家讲答案，互大家想看卖？好，我看有人 A、B、C 拢有人写吼，这条的答案是 C。好，无爱甲大家讲，互大家想看卖。伊安尼做的目的是啥？这就是咱后一条问题。伊会啥伊无爱直接公布伊答案是 A， 伊想要展家己的才华，还是 B 好老师应该教学生咩钓鱼，毋是直接互伊鱼啊，还是 C 约翰惊伊的答案有毋对，先互大家做看卖。我看嘛是 A、B、C 拢有人做吼。这条的答案是 A， 敢会阁记咧？伊做怨妒因阿兄的成就，伊就想要用这来证明讲伊比因阿兄较厉害。所以约翰谈数学家拢会看到的报纸顶悬公开了这问题，看欧洲的数学家敢有人会当做出来。佮讲伊会谈年底公布答案，比看啥人的解法搁较好。结果年底伊敢收到一份答案，就是因老师莱布尼兹写。伊老师就甲约翰讲：安尼你袂使啦，你爱看你想要互啥人来回答。你爱寄批互迄个人，你的期限嘛爱延到明年过偌节。随后，伊拢总收到4个数学家的答案，这4个数学家拢是大人物，包括牛顿、莱布尼兹、雅各布·伯努利、甲罗必达。趣味的是，牛顿迄阵已经50外岁，伊是英国人。伊有一天下班倒到厝，收到一张批，就是约翰的挑战书。约翰搁谈批内底考试讲，某米人写的发明的微积分，可能无法度解决这个问题哦。伊限伊谈6个月内底，甲答案想出来。偏偏这个牛顿吼，伊就无甲伊谈数学家顶悬，数学问题顶悬输别人。特别约翰阁是外国人，伊一生气哦，牛顿一生气，伊就用一个暗暝的时间，就甲问题解决。知大家敢阁记咧？约翰开偌久的时间无？无毋对，伊就是用2礼拜才想出答案。另外，阁有一件趣味的代志，约翰本来用伊毋是要证明伊比因阿兄搁较厉害吗？结果大家所发现，因阿兄的解决方法，阁比伊搁较厉害。约翰伊虽然是头一个想出最速降线是摆线这个道理，毋过伊开的时间无比牛顿搁较紧。方法嘛无因阿兄较好，用尽心机嘛无法度证明伊比别人搁较强，因领是输甲吐。最速降线就算上紧的，看来嘛是无采工。多谢大家主持人。好，多谢几位精彩的分享。这是我第一摆听到，这个就赞的啦。这真系足侪知识的资讯，我真赞。大家敢有啥物问题，还是想要有想法想要讨论一下，拢欢迎哦。我问哦，迄个摆线英文吼做啥？摆线但第一页有写吼，等下第一页。是足歹念的，敢若是一个拉丁文。第一遮。我看落也是袂晓念的。我嘛袂晓念。我一个问题吼，我搁一个问题，就是讲迄个日本吼，迄个落雪较侪所在吼，伊的迄厝顶毋着起到或者合掌的迄个敢若咧竹徛的三角形安尼吼，伊嘛是无用即款的摆线啊，但是
因遐说较侪，因就是感觉安尼是较迄落说较会落落的。啊，所以甲你讲的这原理敢若无足符合吼，所以我是有即个疑问。我想可能是安尼啊，因为我查到的资料是讲，就是中国人因较早因用茶起厝嘛，啊用茶起厝的话，就是迄若茶起厝就较袂稳啊，坐至较久会放来。啊，过我想日本遐我应该毋是用茶吧？嗯，我以为是安尼啦，啊过真正是安那，我无做确定。好 ，OK， 好，多谢。林峰有举手啊？明芳，我想要借问一下，你是读资讯系，是安怎对即个上述甲即个上述降数迄个研究呢？哦，虽然安个就是资讯系伊的必修嘛是有，就是普通物理，普通的物普通理。物理嘛，哦。就是，OK。做报告的时阵拄好有看着，啊，就有兴趣，就甲伊起来做这因为迄个我感觉约翰伊的故事真趣味啊，我就摕出来甲大家分享。即个白努力即个人吼，嘛，因为我读迄个地气科学的啦吼，白努力即个人吼，嘛是真出名，伫阮即个白努力定律，迄是迄个人体科学内面的物件啦，伊算是一个科学界高人安尼，好，安尼。玉祥有真侪人举手哦。因为这我荧幕，我要一直吹，歹势，荧幕，敢会当请几位先甲迄分享先关，我有看到迄个欧大华的美玲，甲迄个 Houston 的彭教授 ，JR 是 Houston 的彭教授，啊伊的进前有欧大华的美玲举手。来，我刚才讲。美玲，你讲。我最近有看到一个迄落一节目啦吼，伊咧讲伊讲做紫禁城的秘密啦吼，伊内底就讲着讲紫禁城吼，伊个国较烂地当又用试验的吼，讲甲你上强的上力的时阵吼，伊顶头的瓦片吼拢袂落啊，伊就是讲到即个弧线的即个问题啦，白线吼，你较有讲吼，所以我是感觉讲你讲的对啦，有影真是有影安尼，所以讲紫禁城国较讲北京是即个地动的所在吼，结果呢，伊个迄个拢袂落啊，拢袂破吼，所以讲这足奇怪啊，都有去研究吼，所以这是有影有证明啦啊，所以我是讲我甲你讲就互你参考。虽然我足讨厌中国，毋过迄毋是中国的作品啦，迄是清朝的，是明朝吼，明朝的迄个朱元璋的时阵去建紫禁城啦，吼，所以我互你知影。多谢。这个叫做你可能当去看哦，这个叫做 Secret of 迄落紫禁城，最复杂讲啥？呀，Forbidden City，Forbidden Place，你若有注意看，真好嘿。有 Houston 的彭老师。我毋是教授啦，莫安尼甲我叫吼，我是敢若爱台语的一个志工。我一个问题想讲，你即个读歌即个问题内面，你敢有迄当时伊咧算吼，敢有算着即个阻力，还是讲摩擦力即个 friction？应该是无诶，因为我记伊是用迄个就是理想状态下开，啊若有阻力诶话，应该有小可有变。伊是用迄种就是约翰的想法，伊就是类比费马原理嘛。我头拄有讲，费马原理是讲，就是伊光会当伊会行上紧的迄条路，伊就甲迄个物件当做迄个假道理，伊就甲伊想成一层一层不同的介质，伊安尼走，伊就找出一条上紧的路，迄条路是白线。努力，多谢。好，感谢。敢有人佫有问题？拄仔是毋是有一个 JR，敢是有问题？
就迄就是是帮老拄带师。老师，嘿，就是帮老哦，师。好，若是拢无问题，还是无想法想要讨论，安尼我就甲时间交互妹哦。啊，非常感谢咱今日五位同学遮尔啊精彩的分享，好，好啊，到遮吼，毋知影大家对咱即门课感觉有啥物想要了解的所在？啊，我像阮即节课吼，要找迄个学校机构有开课，会搁找台语志工的消息呢，我搁搭一间囥伫咱的开讲室搁有的所在。人举手吼，迄个林志美教授，嘿。来，请讲。咱今仔日即个节目吼，拢足趣味啊，足丰富吼。啊，我想要爱知影，就是讲，每个学生吼，毋知会是用偌济的时间吼来准备，有即个成果吼。我想你这可能第一步是，敢若讲找要爱什么款的题目来发表吼。啊，第二就是。你就传讲要用什么款的，要讲什么款的话，即个内容你讲就拢写起来，啊，搁了后你搁准备即个画面吼，啊，搁练习讲话，啊，所以拢总毋知是每个学生是准备偌济，因为今仔日这拢足趣味，拢真好，真丰富的内容安尼。好，就讲，阮即个课吼，每一个学生伊上无爱讲准备2讲的演讲，要看是自我介绍型、知识型，还是说服型，还是讲 how to。啊，我会为因讲的即个演讲内底，感觉因讲了袂歹，啊，就甲因保证，看要是毋是要期末来先出来做表演。所以即期呢，差不多有7个学生有出来做表演，啊，今仔日有其他2个人无法度来，吼。啊来就是讲，准备的时间吼，就讲，伊就爱开始，我会帮因个吼，甲收获较好势。啊，另外有安排台语盘，吼，阮即节课有诚侪台语盘斗相共，甲因指导因的台语，吼，啊，就个另外就讲会将因的个写互较顺的，安尼较口语，啊，搁较顺安尼。啊，这部分其实拢有足侪台语盘斗相共，比如讲今仔日咱有明芳，吼，明芳伊有若斗做足侪代志。好，啊，即摆来个甲伊的 PPT 的设计拢好了后，来就是这学生伊就爱定定讲，互讲甲诚顺安尼。好，啊，我感觉咱即几个学生，因每一个人诶准备的时间可能拢无共款，有的人是足早就准备好势，啊，有的人是较晚，所以毋过我相信对因来讲吼，可能1、20点钟应该拢差不多，爱上无拢爱开，搁加开1、20点钟的时间。其他的同学敢有想要分享一下？真感谢啦，准备了真好嘿。啊，老师的即个创意嘛是真好哈。感谢，感谢大家即个鼓励。你敢有啥物话要问？会当蔡教授哈，你即个教材是真实用啦吼，真好吼。啊，你敢知影讲其他大学敢有亲像即个类似即种的课？我较毋知，我较毋知。我相信呢，台语的口语的课应该是袂少吼。啊，毋过咱即节课无共款的所在是咧专门咧训练，会当徛伫台顶演讲，所以伊是吼演讲的技巧，啊甲台语的口语的练习2种拢有安尼。啊，其他好，我无啥知。以前有听过迄个，就是咱教国文的，啊，因为咱成大有迄台文系，啊，所以这就是即个国家语言发展法通过了，好亲像真正有咧走即个就是母语课程的，敢若无足多，成大可能毋是第1嘛是第2吧，应该别个学校应该无遮尔多。尤其是讲甲北部的话，学校因的学生啊，可能嘛对讲台语较无遮尔明显的需求，嘿啊，所以应该咱成大应该是无几间的迄几间啦，嘿。而且伫成大就讲，阮即马敢若是
本地印尼啊，拢爱修大一国文吼，国文课啊，即马国文课有哪当用台语课来代替？吼，吼，这是一个足大的进步，嘿。我另外要想要请教学生啦，吼，因为即个通识课恁有足侪选择嘛，吼，啊，恁当初是安怎要来选即门课？即个动机是安怎？啊，选了恁感觉讲恁得到是啥物款？因为敢要做一个安尼演讲吼，爱了20点钟的时间，其他的课敢有遮尔咱会到？嘿，啊，若是讲，这是真正需要较用功寡啦，嘿，这是较实啦。嘿，毋过有诶时阵是迄个反馈啊，尤其是讲，因为我家己是，听我即个口音嘛，知影讲啊，这囡仔敢若无啥会晓讲安尼，是想讲啊，会当甲我阿公迄辈开讲，我想讲迄真重要啊，所以家己想要。就是有这课程爱来学寡台语，啊，所以这是我原本的动机啦，就是甲差不多，就是迄种台语母语的使用者，就是完全袂晓讲国语的迄种来开讲安尼，嘿。啊，敢有其他的同学想要分享诶？啊无。